台中看到台中一面上款一间夹半仔机的机台，煞互民众投诉，讲物件已经夹到落伫咧空口啊，线白条咧，吊伫空口啊，摕袂到，互伊气甲上网络伫咧投诉这件消息。台主嘛出面讲，是为了要增加困难度，讲对抗乌白弄机台，互产品落落来搁较毋对。消保官讲，夹半仔机的机台乌白解释经都已经毋对啊，搁严重有可能牵涉到诈欺罪。没有，他不给啊。粉红色的叶布红仔机内底放一个用鸭仔底拿个喇叭，叶布红仔机内底甲普通的干那有放商品的无同，两边拢有用锁固定，袂像那博胜区的比赛场同款，斟酌甲看，迄台拿个喇叭就卡伫个空顶的。他现场我完全碰不到这个地方。有小姐讲，迄当阵甲朋友做伙来业拿个喇叭，甲他开30块，就甲喇叭业到空的所在。本来应该爱落落来才对，想袂到煞因为喇叭顶的有白锁啊，就安尼卡伫空顶的。台主跟我说是。其他人是大部分一次就是会过去，可是重点就是我今天就是没有过去。如果硬要说的话，真的就是有一点像输不起的感觉。台主嘛出面澄清，讲因为拿个喇叭较贵，白锁啊加上机台布置，就是要互喇叭变甲较歹业。迄当阵伊嘛有透过监视器看到这个查甫人开30块了后，就开始出来去摇机台，互喇叭落落来，互伊看甲硬气。毋过查甫人嘛讲是因为伊伫店内等台主等1点钟，等无人，所以才会摇机台。尾啊双方已经达成和解。毋过消保官嘛讲，台主家己乌白解叶布红仔机，其实已经算是无公平啊。消费者所夹的这个机器的内容，已经跟审验当时的东西是不一样了。可能机台的台主这边诈欺的问题。叶布红仔机四界拢有，每一台拢有经过主管单位认证。若是家己乌白解机台，若较会引起纠纷，较严重的，阁有可能会吃官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